常法之中，由于婆罗门女束缚侵害，将所亲近，行诸自我，诸天为护，奇妙信邪，相亲三宝。时时圣女广设方便，款有奇妙，灵性正见，离处女妙，未转成信，不久便将分神对在无间地狱，使婆罗门女知妙在世，不信因果，皆当随业，必成恶处，水埋家铁，讲求香花，极诸强固，有仙佛塔施，大兴供养，见觉华定自在王如来，其形象在一时中，说话威容，端严必备，使婆罗门女瞻礼尊荣，培生敬仰，书诸念言，分名大觉，故一切智，若在世时，我庙死后，当来闻佛，必知处所，使婆罗门女随其良久，瞻恋如来，佛闻空中生活，乞食圣女，不知悲哀。我今是女庙之去处，婆罗门女合掌向空，离别空惑，是好心德，宽我有路。我自十秒以来，昼夜亦乱，无处可闻，地庙生界，使空中有声，再报女惑。我是女所瞻礼者，过去甲华定自在王如来，见女亦妙，陪有相情，众生之分，过来过去。婆罗门女闻此声意，孤身自迫，衣节改顺，左右扶持，良久风骚，离别空惑，愿佛自命，述说我庙生界。我今信心将死不久，使甲华定自在王如来，故圣女惑，女供养别，但早反射，端坐思维，我自名号，即当地庙所生去处，使婆罗门女心礼佛意，即归其下，以亦妙国，端坐念甲华定自在王如来，经一日一夜，复见自身，到一海边，以水养佛，导诸恶受，今复替身，飞走海上，东西地脚，见诸男子女人1千万数，出没海中，避诸恶受，正处实诞，又见夜车，机行各异，或多手多眼多脚多头，口牙外出，利刃如剑，苦诸罪人，疏棍恶受，服诸恶劫，头足相救，机行万类，不敢救世，使婆罗门女以念佛列国，自然无故，又一鬼王，名曰无毒，稽首来迎，别圣女惑，现在菩萨，何言来处？使婆罗门女问鬼王惑，处是何处？无毒答曰：处是大体为山，西面第一定海。圣女问曰：我闻体为之内，地狱在中，是事实后。无毒答曰：
是有地格。圣女门曰：我今云何得到勒索？无毒答曰：若非为神即事业力，非处离事将不能得。圣女又问：此水何言？而乃养佛，多助罪人，极以恶受。无毒答曰：此是阎菩提作恶众生心术之者，经49日后，不能计数，为做功德，900苦难，生时又无善因，当故本业所感地格，自然先堕出海，海当10万游船，又有一海，饥渴背处，比海之东，又有一海，饥渴伏背，三业恶因之所交感，融合入海，基础是也。圣女又问鬼王无毒曰：地格何在？无毒答曰：三海之内是大地格，其数必千，各各差别，所以大者故有18，处有500，苦毒无量，处有1000亦无量苦。圣女又问大鬼王曰：我庙素来未久，不知分神当至何处？鬼王问圣女曰：菩萨之庙在生是何行业？圣女答曰：我庙下见，积毁三宝，设下占信，玄游不敬，数水日浅，未知生处。无毒问曰：菩萨之庙姓氏何等？圣女答曰：我父我庙故婆罗门种，父号西罗显现，母号叶地利。无毒合众贴菩萨曰：愿圣者却还本处，无知有益必乱。叶地利罪路，成天以来，经今3日，闻成孝顺之主，为庙设供修福，布施各华定自在王如来塔施，非为菩萨之庙，得脱地格，应是无间罪人，处理色德受乐，故当生气。鬼王言毕，合众离退。婆罗门女心如忘归，我处事意，便有各华定自在王如来塔上之情，立方世观，愿我尽未来劫，应有罪苦众生，公设方便，使令害脱。不过文书疏离，使鬼王无毒者，当今在修菩萨事；婆罗门女者，即地藏菩萨事。分身即回品第2，你时必千万亿，不可数，不可议，不可量，不可说，无量阿僧祇世界，所有地格处，分身地藏菩萨，故来即在脱离天宫，以如来心力故，各以方面无诸得害脱，将业道出者，亦各有1000万亿那由他所，将此香花来供养佛，彼诸东来顶辈，皆因地藏菩萨教化，应不退转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是诸众生
九弯劫来，流浪生死，六道受苦，暂无休息。以地藏菩萨广大慈悲，亲世缘故，各协果净，意志脱离，心怀踊跃，瞻仰如来，目不暂舍。年时世尊属金色杯，无百千万亿，不可数，不可议，不可量，不可说，无量阿僧祇世界。诸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境，离作誓言：我有五作恶事，教化如是光强众生，令心调伏，下邪归正，实有一利，上恶实在，5亿分身，千百亿，公设方便，亦有利君，文职信受，亦有善果，坤坑成就，亦有暗遁，救化方归，亦有业重，不生敬仰，如是顶辈众生，各各差别，分身度脱，亦显男子身，亦显女人身，亦显天良身，亦显神鬼身，亦显山林川原，河池泉井，离极有灵，色界度脱，亦显天地身，亦显梵王身，亦显转轮王身，亦显奇数身，亦显国王身，亦显财富身，亦显官属身，亦显比丘尼，优波塞优波夷身，乃至声闻罗汉，辟支佛菩萨精神，利益化度，非但佛身独现其前，入观我累劫困苦度脱，如是境，难化光强，罪苦众生。只有未调伏者，随业报应，略对恶处，受大苦时，愈动忆念我在脱离天宫，温困富足，令三无世界自弥勒出世以来众生，悉数害脱，应离自苦，无佛受记。你时诸世界分身地藏菩萨，降伏一行，涕泪哀恋，别记佛言：我将9万劫来，忘佛接引，书写